韩国第28届首尔歌谣大赏15日晚间登场，却出现惊险画面。当防弹少年团在表演时，舞台发射共50发烟火，不过主办单位疑似未告知，把舞台旁的歌手吓到四处躲避，其中 TWICE 的那莲和定妍还逃离座位。BTS 防弹少年团在首尔歌谣大赏卖力唱跳，全场尖叫连连。不过把时间往前推一点，气势如虹的爆破烟火吓坏台下一票明星。突如其来的爆破烟火伴随火花和烟雾，让坐在舞台边的明星们吓到抖了一下，个个抱头逃窜，压低身体逃离舞台旁边，宛如灾难片的场景。换个角度来看更惊险。当时离舞台最近的 TWICE 的那莲和定妍赶紧离开座位逃难，还吓到蹲在地上。至于 SEVENTEEN 的静汉，一头金发超显眼，他也站起来拨去头上的烟火灰。主办单位疑似未告知有烟火特效，才让偶像们犹如惊弓之鸟。BTS 出场前，主舞台与延伸舞台目测共计发射50发烟火。尽管真的替天团打造100%气势，却忽略台下偶像安全，惊悚画面让人捏了把冷汗。